各位好，我係 Vernon， 今日要同大家講解宏利對高淨值人士嚟講，唔只係買份保險咁簡單，而係成套財富傳承加退休方案。記住3個字：快、彈、穩。快過戶，彈性現金，穩陣傳承。宏利嘅保障計劃可以財富傳承與資產管理，簡單講就係遺產規劃。保單承繼人加暫託選項，保單過戶1個字，快，唔會好似遺產承辦有排先搞掂。身故後啦，保單自動轉承繼人，唔使捱慢慢等審批。特點啦，仲可以設暫託人，幫未成年仔女先暫託住，到18歲先轉名。身故賠償支付選項仲係唔一定一筆過，可以慢慢排。賠償可以分期收，每月、每季甚至每年遞增，好似長糧咁，唔怕唔識理財嘅繼承人一筆過亂咁用晒佢，未派嘅錢仲可以賺利息。企業或者公司持有嘅保單可以換受保人，避免人事變動影響業務。優惠期有時會送簡單遺囑或者45分鐘免費法律諮詢，幫客戶做完整傳承規劃。另外特色之一咧就係退休規劃與流動資金中期紅利鎖定，第15年起紅利鎖一半，退休有糧出，可鎖最多50%非保證紅利，即存利息或者提現用。保單逆按計劃同 HKMC 合作，由55歲起可以用保單抵押換月供年金、固定年期或者終身收，可退休現金流咧加條水喉，又穩又長，身心守護。預支保障方面，紅利變現金，醫療有保障。若確診危疾或者精神病咧，可鎖定最高100%紅利用作醫療 backup。預繳保費選項更加可以一次過5年或者10年繳付保費，仲有利息，鎖定成本又省心。想進一步了解多啲，隨時歡迎揾我。